首先呢，请大家先做一下深呼吸，把气息呢这样深深的呼出去，然后让我们心中的所有一切的压力呢，全部都释放掉。都是这好，다다다 들으셔야 돼. 시내다 사동골 그래도 대인도 갈았다. 저 나바산제베 최대 나바산제 말이지. 지다 먼저 중국부터네 대화 쳐가지다. 중국부터네 대화 치다. 대화 책이 어렸어. 난그 심지터네 대화책. 대화대 새로 찾아 니 어렸어. 다 중국부터 무슨데 미국 통교하랬어. 암쪽 고교하래. 너구 팀은 남교하래. 칼라게 제게 로 용교하래. 류게 렉자 용교하랬어. 뒤도가 도졸라 떼냈더니 대화 생겨줘랬어. 되네야. 제 난그 심지 토네. 대화 생겨res어. 생겨지도 니어랬어.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止观的这个部分的教法。那首先呢，先谈论一下，就是说，一般而言呢，对我们大众来说，在追求的喜乐上面呢，可以概分为两大。一个就是说，透过外在的这些个物质，让我们得到这种喜乐；一方面呢，是透过自己内心呢而得到喜乐。那么这两种喜乐来讲，一般来讲就内心从内心层面升起的喜乐呢，那么那是更强烈的。那么从一方面而言，我们说透过外在的这些事物，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声音，然后鼻子所嗅到的各种的这些气味，舌头所品尝到的各种的美味，身体所碰触到的各种的触觉等等。那么从这些外在的物质上面呢，那么得到这种喜乐。那么另外一层呢，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去寻找获得喜乐。他친구부터는 대화 채용도 가라. 치료게 유라 때네. 미기 쑥 나외게 다. 때는 나이게 지 제가 로 루게 렉자. 어떤 데게 터냈더니 대화대 때는 체듀 가라 다들라 가시고 그래. 제가 최징에다 최마징에다 당연히 겨왕아지 켈레멜레 수이나야 아도 상만 저기 다들 붕붕한데 초대한 잡아지 다 중어벽에 다 되게 둔지 다 둔지 차대어렸어. 인도 가라 먼저 다들라 슉시하게 어렸어. 봐. 중어보 둔지 조약 치더라. 아주 배수지가 어렸어. 봐. 다도 제년도 가라 뒤 제발 준세 뒤 제배 준세라 때네 중국부 야견주가 어다. 먼저 대세 강바 갈라 사교 데모 따교 셰님보 땅교 라 소바 도로 약보 다들 지금 몽구직 지금 야견도 순조가 어렸어. 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借助于外在的这些个事物呢，而得到这个喜乐。这是呢，大部分呢，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寻求依止是从这个外境，有眼睛所看到的各种的这些个色相，耳朵所听到的各种的声音，鼻子所能闻到的各种的这些味道香味，那么呢，舌头所品尝的各种的这种美味，乃至于呢，身体所能够碰触到的各种的触的柔软的触的这种感受等等的，那么借由这种种的外境呢，而去获得这样的喜乐。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想要修行的人，
或者呢，无论呢你承不承认有这个所谓的因果，有今生来世等等的，那么对于所有一般的这些个众生来讲，因为大家都具有这一个五蕴的色身的缘故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从外在的这些个所谓的五尘的对境上面呢，那么想要去寻找或者去获得这样的一种喜乐，甚至呢，我们是比较努力的尝试的要从借助这种外境呢，那么去追求到我们所想要有的这样的一种喜乐。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看到外在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个东西呢，它是比过去呢要更加的发展，更加的进步。比如说呢，我们住的这个房子，那我们听到的各种的优美的音乐，我们穿的衣服等等的一切的这一些外在的物质的这个层面呢，那么是不断的在发展。这个这呢都像的话，这个我就每个女别个也不满当哇，这个你就像的这呢，这个电话投票的，东西这样个是他写了蛮多，真的呢，老东大，他送西，他第八的话啦，这呢出路那么的大人。出路，是吧？出路大嘛的呢，出路了带呢，的呢，这个工作生的就要的是，花生的就要的是，那么整个热生的就要的是，是吧？等着讲呢，等着工作了说当了，等呢，我说刚对面职务的托过来是，他等着，就那样，出路的那种，去我不给你最常常的忙当我就讲了。出路了，带呢，台湾周围的东西山个，他些这个都是，大从外来的。但是呢，单单呢，借助于外在的这种物境、这些物质呢，我们努力的想要去获得这些快乐，但是呢，外在的这一个对境呢，对我们来讲，它仍然是无法能够满足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在整个就是说社会文化的发展当中呢，那么经历了好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开始有各种不同的这些个宗教这些宗教的思想。那么在这些宗教思想当中呢，有的呢就开始去构思说，有这样的一个造物者，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能够敬仰的这个主，那么你呢只要透过全心的向他去祈求，你就能够获得你所想要得到的这样一种喜乐。因此呢，就开始了有一些这种属于心灵层面的这些个宗教的思想的产生。他真的呀，出路真的蛮多就大用，真的出路拿来呀，第一个出个温馨是，温馨的，真的这个六十蛮多就大用就讲了，出路真个个忘记了讲呢，明白了，忘记了讲呢呀，这个去白就当的。这的呢，明白了，等忘记了钱呢，的呢，这明白咱呢头汤来，是吧？等着忙过就终于就看了，第一节了，老人家这个得了，等呢这个没不个大啊，没小大啊种的，我的没小大了，明白什么？咱娘们儿是。직발해서 과시 따버렸어. 취업생에 대해 미만을 편도면 도스 다 도시 다른 거야. 那么呢，也在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宗教的产生呢，那么这些个宗教呢，开始呢就有些宗教开始利用呢这些个宗教的思想，或者利用呢他所谓的这个法呢，那么去统治这些信众或者统治这些人民。那么借着这个法的这种宣扬呢，甚至呢去让这些个人依止的这些人呢，或者这些个人民呢，那么产生一种为了要追求得到他们所要的，因此呢，他们愿意呢去奉献上他们的财物，甚至给予这个统治者呢很高的这个权利等等，就变成是一种这个
弘扬这个宗教者呢，他为了要获得他自己的这种权势、财富的缘故呢，那么所借助的、所运用的一种方法。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到了大概将近这200年之间呢，开始那种共产主义的思想呢，渐渐的兴盛起来。那么呢，他所弘扬的是，所有一切人呢，实际上都是平等的。借助于呢这些所谓的宗教的方式呢，那么在取得人民的这些财物等等，这些呢是正确的。一切的众生呢，大家呢都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些个法呢，对人心而言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다 줄로 나다다 시원에 줄로 나라 지다 지대 거바보 대둑 송에 텐데 요레스 또 깔아 마냐나 되네 녀바 포거래 쳐바 포거레스 또 깔아 녀나 되네 펜도 요레스 다 지금 룩순 담아는 먹고 차로 와 이 차온도 가디 되네 디절라 체릭 다래 체릭 깔아 다네 되네 군조 거바보 생각돼 민두스다 그런 거였네죠 미기 통계해봐 카도 저거 소고도스 체릭이 약게만고 시침발에 체릭 되겠다 등상게 지소나나 숙좀 찾아왔다 체릭라 때네 주제용 왔다 테크놀로지로 체릭라 때네 주제용 다 근데 저도 가라 이제 가라 다 미죠 내만 안 줬잖아 지금 용화쇼 스몰람 따고 왔다 그러와 지금 용화쇼 스몰람 따 되네 맨날 안 되네다 파 사자 신달라 된 로토바쇼 스몰람 따고 와래 다 된상 세리 돈에 남주소 모다소 그러와 릴루스도 가라 몰람 자고 말다 카도 가와 너네나 탁탁탁 레겨다 뒤터네도가 야 줄로 요아지도 거다 사로 사와 땅과 차거래 그래 싸우기 사로 사와 땅고 거다 줄로서 간제 메만나라 제 편도 간제 소고도 없어 那么也因为呢，在这些个很多的宗教当中呢，那么他的教义中宣扬着呢，这个世界呢，事实上是有这样一个创造者的，有这样的一些个规律呢，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如果呢你不听从这些个指示的话，不遵循的这样的这种教授的话呢，那么你将会遭到很严厉的这个惩处，你将呢会陷在非常痛苦的情境当中。反过来呢，你如果能够听从这个造物者的这个指示的话呢，如实的去做的话，那你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喜乐。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宗教观念呢，渐渐的就引发出这种科学层面的发展。而这些科学家们呢，他开始呢在做一些深入的探讨，到底是不是真正有所谓的这样的造物者？到底呢所说的那些个所谓的定律呢，它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所以呢，透过那些科学的深入的研究跟发展呢，他发现呢，根本没有所谓的一个叫造物者，不需要有这样一个造物者，因为所有一切事物的就是它的延续的这个发展呢，它本身就有它的一个道理，可以去透彻的理解的。因此呢，这个科学的深入的研究呢，它就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那也因为科学非常发达的缘故呢，对相对的各种的科技，还有更加的兴盛。比如说呢，在以前就很久以前呢，我们很多事情都只能够心里面祈愿，哎呀，我希望呢，生活上呢能过得更好，我能够希望呢，我能够更加的快乐，甚至呢，我们想要到很遥远的地方呢，就祈愿希望呢，我能够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好像我们只能靠着这样的一个祈愿。但是，当这些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已经不是祈愿的问题了。比如说呢，你有飞机、有车子，很容易的，你想要去哪里，你就能够到达那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些科学的宗教层面的这些呢，它开始呢有一些新的思维。在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宗教观念、宗教的思维呢，去符合这个时代？
다 된대 출루 망보에 배나네 다 남과 산계백의 출루 생에서 중화로와 론이동 두자 점점 갑라다네 산계 사자토바 생에서 폐 다 뒤에 갑라 산계 폐배 갑되나야 출루 야가 나라 출루 담아는 망보여래 무디베 출루 지금 따완 담한다 근데 따와 담한다 망부 욕심 전부 옆에 갑되나 되는 산계 생에서 폐네 되는 산계 되게 다추 송바래 추 당부 소야 돼 덴바시스 와 추조콜로 당부돼 덴바시고네 추조콜로 거래 디젤라 다 공루 십주 생애ring 로 십주 생애ring라 산제 코랑게다 추거를 망부직 와 추거를 망부직 송셔래 저다 탐제 저 덴바시단 대화 땅자 차대하래 덴바시단 대화요 봐 로 십주 생애 로 십주 생애ring 로 숨주 송아 산제로와 로고로 자주 생을 페로와 십주 생활도 와 네. 다 대전도 가라 동아 셰버자 군종 뽕어자 고방원도 자 람때버자 대바시도와 대바시 시다 제와 산제 추교 콜로다 당보고 니바고 수바고 가르샤나 마샤나 가서 대시 코스 만디바 지어 말해 추교 콜로 당보고 니바고 수바고와 네가 탐제 대바시 콘수 뉴데어래 那么呢，在这么多的这个宗教当中呢，那么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止的这个佛教。然后佛教呢，它的缘起呢是起源于大概距今2600年这个时候。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呢，那么他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么他出现在这个世间的那个时代呢，事实上在印度，它仍然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宗教学派的。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外道的这些学派，那么各自呢支持着不同的这些个见解，所以呢，在一些个见解上面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辩的。那所以呢，佛陀出现在那个时代之后呢，他证悟了以后开始说法。那么他所说的教法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宣扬四圣谛的义理。我们讲初转法轮教授这个四圣谛的这个义理。那这个时代呢，大概是佛陀35岁证悟之后呢，一直到他45岁之间，大概就是这一段期间呢，那么佛陀呢次第的宣扬，就是跟各种不同的众生宣扬这些教法，但是所说的这个法呢，主要都是四圣谛这个部分。所以呢，当时呢，佛陀就讲呢，这个苦谛呢是应知，我们应该要知道的。那我们说极谛是我们应该要断除的，那灭谛呢是我们应该要证悟的，而道是我们应该要依止的。那么就这样子，这就四圣谛的义理呢，还有初转、二转、三转，都是在开示的四圣谛的义理。他的那个三界确就靠了沙巴达大桥啊，去蒙古就送完的干了，加个拿了。去路他妈的忙不就要的，但呢，南巴山这边去的，给他全部查了。这查着就讲啊，怎么样吧？他南巴山这边去的，一些也个龙巴他们家了，马家吧，马中啊嘞，怕马加纳，等那怕日本，他那些印度尼西亚。怕巴基斯坦、阿富汗斯坦、伊朗순제라，这斯里兰卡的这个下周的这个汤，这了这个三节个去，가사가르잡듯이 말해，가르서나三节个去的这个大碗大碗的等待个怎么样吧？米제拿了，니리 편도에 배去。 내가 당 터둘라 편도에 최대
간데 송아서나 교단 대륙의 남샤 야 대부 인데부 주고도 와서 대부 동아 야나 대화 이 대화다 동해 용야게 주 데레스 주소 주 데다 보지 잖아 주 개와다 매겨 왔는데 잖아 딘 대부 대화다 동해 용 그랬어 준대가 남샤지 송어도 가라 어다 택바 치중 택바 첨보에 나래 택바 중호에 나래 쌍하게 택바에 나래로 탐제 되네 저 준대가 남샤 차상 차대어래 이 차대가 몇 삼만 땅네 다ting원에 지조를 편도도 저랬더니 배 탐대 침부 침바르다 那么呢，佛陀呢就宣讲了非常深奥而且广博的种种的这个教法。那么呢，在当时的这个印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虽然呢有很多的这个外道的思想，但是呢，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教法呢，在当时呢就说一下子呢就非常的著名这样子。同时呢，不止弘扬于印度，当时这些法教呢开始也陆续的呢，那么传扬到四周的其他这些国家，甚至呢弘扬到我们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然后阿富汗，甚至呢还弘扬到斯里兰卡，然后像西方这边，可以讲呢弘扬在世界各处。那么因为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呢，它并没有说很多不同的这些个所谓的见地这样，佛陀所说的法都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个众生呢，在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能够产生很大利益的，甚至呢是对于此生暂时的这种喜乐，乃至于呢究竟解脱的这样一种喜乐呢，那么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他所谈的就是这个部分。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关于这个因果义理的这个解说讲。那么佛陀就讲呢，痛苦跟快乐它都是个果。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果呢？这是因为有因而生起的。当你造了这种乐的因，那么就会产生乐的果报；当你造了这个苦的因，也就是恶业的话，那么自然的就会产生这种痛苦的果报。也就依着这样的这种善恶因果的这种道理呢，那么所以呢会有这样的这种苦乐的果呢而生起的。而这样的因果的义理，它是遍于小乘、大乘、金刚乘所有一切教法当中的。而这个因果的义理呢，也是对整个社会所有一切的不同层面的这些众生呢，都具有实际的利益的。다 대바 시단 대회가 최 사바다 자체와 손시바다 탐제 자 돈단 인구 조 냠내지도 가르랬으나 쇼로가 시바 디바체 메자신 개와 푸숨 소버제 랑게 셈네 용수 늘 내는 산제 땜바인 와다 제노나 택바체 중 탐제 다 디나서 만들고 요 말해 상하잖아요 빵자 대바 빵네 상하냐면 지고래 부자 개와 돈네 상하냐면 지고래 자주 써봐야나 빵자 매겨 빵네 자주 쓴다 부자 개와 돈네 자주 쓴다 봐봐 이건 내봐야나요 빵자 매겨 빵 부자 개와 돈네 따왔다 이 토야 따왔지 쎄 때문에 요소들 또 동아 탐색했다 인부 싸워됐다 사주 주디 차대어레스。那么呢，佛陀所说的这些跟四谛的义理呢相关联的这些个教法呢，那么非常的这种浩瀚跟广博。那么呢，因此呢，进一步的就提到，那怎么样的依着这些四谛的这些义理呢，要怎么样的去修持呢？那么这些修持的这个要点呢，可以讲就总摄在一个四句偈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那么这个要点呢，事实上呢，就是三乘佛法当中呢，那么都如是的奉行的。就好像呢，你呢修持密乘的教法也好，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
同样的都是在断除各种的这些恶业，那么努力的积聚这些善业资粮，而得到这种究竟的圆满。那么你修持这个菩萨道、菩提心的修持，同样的也是断恶行善。那么小乘的修持也同样的断除各种修行上所应断，那么行持各种的这些善法，最后呢达到这个所谓的解脱。那么这一切的基础呢，事实上都建立在这个心上面，也就是说自净其意的这个心呢，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大体对大，其他他们在大这个的咱不领的呢，鸟他全部修，就早晚土色的什么来的，哇，什么的呗，鸟他全部起来，每个同学呢要嘛的，是吧？哪个同学呢要嘛的，马街估计今天怎么的嘞？那的话。아주 대화 되고 그러는데 대화 토미 중에 되래. 대화 되고 그러는데 대화 토미 중에 센터다. 생기 초식 티르도 가 동해 용도 와. 생기 초식. 생기 초식 티르도 가라. 생기 파티 초티도 가라. 수수부대 대는 셈야야 조마마 조대가 동해 섬제 대 용도 와. 다 동해 면도 버렸대. 동해 뒤튀기도 대화 되버려대 다 대기 지금 로드 가나 치질로 로드 가나 대화 매바 대수고도 동해 뒤튀기도 다 셈데 용로 쳐보도 와 나는 게 쉬워 미그 토야 말해 라고 송야야 말해 얘나야 다 탐제 뒤가라 되어래 다 줄로 담마다 송해디 생수여 말해 대상의 치리다 근데 투자 송해 상말 센터에 되어래 와 왔다 도선도 다 산재가 최대 동바 양다 뭐 조배 산재대 상계 가서나 근데 녀터 침벽 셈디 무슨도 통말 산재게 무슨도 통네 지그네 디게 내가 돌로 도당 다 차상하지마 송시에 받들라 다 산재배 줄로 명다 받다 那因此呢，我们呢进一步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世界呢之所以这么样的纷乱，存在了这么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些问题呢，事实上呢，一切的根源呢都在我们这个心上面。而这个所谓的心呢，事实上呢，它是真的很麻烦的，因为呢我们眼睛看不到，你的手呢要去握持，要去就把握它呢，那么你也抓不到。但是呢，它却是所有一切的这个造作者，无论是外在的各种的这些纷乱，乃至于各种的这种困境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心呢所制造出来的。乃至于我们说，我们都很希望得到快乐，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快乐，也是这个心的缘故啊。我们呢都不希望遭遇到痛苦，但是这个心呢，偏偏的却把我们呢引向各种的痛苦当中。这个心呢，它自己胡作非为，就是把我们自己呢，就是东引西引呢，结果呢，到后来呢，给我们自己呢，引申出无数的这些痛苦跟烦恼。所以呢，所有一切的根源呢，就在这个心。但是这个心呢，却是看不到、把握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可以讲，所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之所以升起，也是这个心所产生的。乃至于呢，现在的各种的这些科学、科技的这些的发达，也是由这个心而升起的。我们说呢，佛陀之所以呢称之为圆满的佛，之所以证悟成佛，也是因为呢，他如实的看到了这个心，了悟到这个心它的运作的那个状态，了悟到心的那个义理呢，然后之后呢，他为众生宣说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在造作的。那么这也是佛法之所以呢那么著名的缘故。对了，你就是多啊，就是的。三路有啥当的，就是说话的，当然就是的，个个都算的，他不是真的，就是说话的，说差的。他的那看见说呢，他就是有我们都是，就是信话的。
或者성에 대해서 쌤을 신에 대해서 쌤을 찬다. 저 쌤을 요라 되는 요다. 举例来讲呢，就像一张桌子，这个桌子呢，是因为呢，有人心里面想着，哎，我需要这样一个工具，我需要这样的一个桌子呢，所以呢，从他需要的这个心念呢，开始呢，就有了这样的一张桌子产生。但是呢，另外一个人想呢，哎呀，这个桌子根本一点都不需要，在这个地做什么呢？如果呢，把这个桌子毁掉的，那么也是因为那个心。所以呢，这些事物产生也是这个心。之所以呢被摧毁，也是这个心。다 되다 나와 저도 돈도 깔다. 주로 개랭의 종족이다. 중고보승에 대 노용하라. 착신제 지규면도 오스. 난그 쌤을 제 착신 맞지. 주 3대 띵인지라 겁네. 되나? 야부여 그랬어. 대화여 그랬어. 중국의 대화 찾아 대통령도 대대생에다 주로 요래 나빠서 많이 봐. 因此呢，从宗教的层面上来讲呢，那么也有很多的宗教，他们同样的是主张的呢，外在的这些事物呢，它并没有办法给我们所有的这些个快乐的。那么呢，我们呢需要透过，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在。透过这些个所谓的禅定的修持呢，那么去获得喜乐的。因此呢，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有佛教才有的这些个见解。다 상제가 가르송 열었으나 저 코로와다 냥데스 니소셔와 코로에 난게 샘제 탐제 샘 주바레스 샘 주송아레스 간데레스나 다 매발라 다도 송 메다발라 아바송 동해와라 대화송 나도 저 튜도 그래서 튜버 디나라 지나 양답에 대화 통도 와 이제 다 튜버 디 상루 상단 레스 되는 양대 그 송요 那么呢，佛陀的教法他怎么说呢？他讲呢，轮回跟涅槃这两种的情境呢，首先呢，所谓的轮回，在轮回当中的这些有情众生呢，他的心是迷乱的。怎么样的迷乱的情况呢？他讲呢，轮回中的众生呢，把无我却认为是我，那么把无常的状态呢，却视之为是恒常的，甚至呢，把根本没有喜乐可言的，却执着呢，认为那就是快乐。那么也就是因为这种种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些个看法，这些个见地呢，因此呢，在轮回中的众生，基于这些迷乱的见解呢，所以呢，就导致更多的这些迷乱。이제 상계계다 넘어서 상계계 당당 아주 루치어와 수부치어래 이 중화실에 땜바래 이 중화실에 땜바에 들어가라 사마 마사 송야 말해 사마 사고래서 사두가라 망유 렘보 사고래서 망보 마사 쓰라 다음에 가이나 저기 내가 찬양 받치고 그래서 우메가 람스다 와 뒤잖아 근데 류대와 센터와 지다도 수용그래서 하장게 너희라 롱잖아 그 동학의 유래서 뭐래 뒤래도 몇 가서도 딱 제치더라 너희라 하장게 시험 받잖아 맞음 받잖아 너희가 저서 육수나 내 담제 동화 나만의 책을 하래. 이제 다 뇌라 촉시죠. 선제때 촉시죠. 도 손에 림보지 제일 손시하래. 림보지 제일 림보스나 찬양받지. 所以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就谈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事实上是依着四大而产生的，依着四大而运作的。那么，因此佛陀并没有说我们应该要不要吃任何的饭。那么佛陀讲的是呢，我们呢应该是所吃的食物呢要
怎么讲？就是说要适中啊，多少呢？要适中。那么呢，佛陀所说的是，你呢要保持这个中道，要以一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么你就会给你的身心带来各种的喜乐。反过来讲呢，如果你过度的去享用啊这些生活中的各种的这些无论食物各种的受用也好呢，那么这就会导致你的痛苦，就会带来你的痛苦的。那事实上呢，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自己是这样的去反省跟观察的。如果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享用的物品呢，那么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贪执、不知足的信念的话呢，那么发现那些个事物呢，就开始给你带来各种的这些痛苦跟烦恼。那反过来呢，就如同佛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具有知足的心，同时呢，能够适度的去享用、运用这些外在的事物的话呢，保持一种平衡中道的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反而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呢，能够升起一些喜乐。他的那个学问那些讲呢，商业给什么多大的，他妈欠不了，欠不到，他第就讲了，当我做东北用那个，早晚的卡瓦土都是呢，牛毛白什么土都是，牛毛白什么的了，咱女煮。大概牛毛不煮，年20是等着要的，都是把帮呀他批钱呢，台湾用下给，等着去给，台湾用下给，都是帮呀他批钱呢，那台湾用出来台湾要的是，台湾突不来是，我就送了是。所以呢，前面也讲到呢，佛陀呢，他对我们心的这个运作这方面的义理呢，他是如实的遍知的。因此呢，佛陀的教法就提到了，事实上所有一切痛苦的因，都来自于呢我们这个烦恼的心，由这些个烦恼的心而升起的。而所谓的烦恼呢，可以呢概分为所谓的6大烦恼，就是6根本烦恼。更细分的话呢，可以分成了20种的随烦恼，就是小的微细的这些小的烦恼。那么所以呢，如果能够运用各种的方法，将这些个烦恼呢断除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升起这种喜乐。他听就讲了，身体还是个小什么，身脑袋清不得，这样当的是吧？他们都写过就这个是吧？他们都写过就这个的时候，都他妈国他们这呢写过的，罗当这个写的，罗当个的国他们这呢写什么？这呢现在生的。야구 중요한 거 레와요. 뭐다 다가 셈 정화다 나 신의 공부에서 셈 정화다 하시나? 정말에. 那么也因此呢，我们说呢，我们需要去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心，甚至你要去所谓的调伏，去支持住我们自己的心。那么目前呢，之所以开始呢，先讲这一些个前言呢，最主要是让我们从头呢，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而不是说我今天要来学止，我来学这个止观的禅修，我要学怎么样的把这个心呢能够制服住，能够让这个心呢能够安住等等。如果是从这样的去理解的话，那你的心呢你是自己没有办法能够调伏住的。所以从一开始先了解整个心的那个概况是什么样子，最后呢你再开始运用这些止的方法，那么就有那个可能，有那个希望呢，能够真正的去调伏自心。现在这样当的，就那就参天了，他们参天没有这个的，就那就参不就 retreat， 就那就了。现在这样当，带回来是过这个，刚才现在不是多，我他妈参穷着没事的，你就参天你们都差了。他当天都当这个的先说了，是两个在这都，我们家路家当在这都，什么当的，那你没听呢？갈래 얇게 둬야 다 쳐라 라신 그 셈 쳐서는 셈 가부차야 탑시요 그랬어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一下子呢就是很强烈的说我要调伏这个心，之后呢我就马上去闭关，做1个礼拜的闭关呢，那么呢在闭关当中用各种方法要去调伏这个心的话，你会发现呢，你闭关不到1个礼拜呢，你就出关了。最后呢，从此你就说我不要闭关了，我没办法闭关这样子。
但是反过来呢，你如果对于我们自己心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这样的道理呢，你真正的了解了，它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最后呢，学习的这些止观的这个方法，之后呢，在平常当中不断的去运用，渐次的去对治我们自己这个烦乱的心，那么你在修持上面呢，它就有机会不断的这个进步。산재기 당국하라 최담자 똥발에 숨어도 왔어. 동해 요하래, 동해도 왔어. 동해 그 주요하래, 대방거래서. 오바생에 저 도기 요하래. 대토야라 남생에 땡거래서. 탐제 여바시자 저 송도 와. 뭐더 최담자 당국하라는 산재 최담자 똥반이래. 자기가 첨버래. 속바 첨버래. 숨으시나 송투그러 봐. 예, 편도 매봐래. 람사상제 두고요 말해. 내가 타고에 두지 시작에 리수 총수와 제기면도 되게 본적 봐. 세계 소부터 봐. 제배고 시작에 제배셔봐. 차차로 나테래. 타고에 두지 시작에 리수 총수다. 상제 탑칼라. 두지 전부 내 봐서 어도 제 남르바 시도 치바래. 那么呢，在佛法里面呢，更究竟的讲呢，所有一切法都是空性的，诸法皆空。但是呢，佛陀在一开始开示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呢，他却不讲一切法都是空的，他讲呢，这个苦呢是有的，这个痛苦的因呢是有的，那么呢，能够达到痛苦熄灭的这个灭地呢是有的，乃至于呢，怎么样运用这个方法能够达到离苦的这个灭地呢？这些方法是有的。要讲一切法，那都是有的。那如果呢，佛陀当时一开始就讲一切法都是空的，直接跟你讲心性大手印大圆满的这个义理的话，那也可以这么说啊。那为什么不说？因为那如果从这个层面去开示的话，对这些众生来讲，他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这个利益的。因此呢，在佛陀12行仪的赞记里面呢，第一句呢就讲呢，无比慈悲以及善巧智慧的佛诞生在释迦族当中。为什么讲慈悲善巧呢？因为他深切的了知众生的情境，最后呢，以各种善巧的方式呢，去说法来度化这些众生。인도가라다 노제 탐제 최탐제 메타바레 다 소무당 메타바데야 깨지깨지기 메타바레도 니마질라 나서 시교래도 시교 다 쳐버려 사무도 땅내 시도 간데서 시그레 시도 가라 가리 펜토도 가리 펜토 메도 또 사무도 땅도 가나 때네 고 쇼코랑도 땅 생겨래 그나 녜셈나 콘도 사소나 콘도 사면 되고 가르도 녜셈나 잠바다 니지 겁나 잠바 니지 겁에 패도 가르도 또 소소소 딱 제제 산지가 송아레스 다가서 마셔지 와 제나 때네 산지가 송다 랑게 냠용을 좀 되네 다디 템바레도 콘도사나 동하면도 대화면도 오스 잡아다 닝지 겁나 그 대화면도 여면도 삼백에 섬에도 내시디 좋네 되네 다 신내생한테 야고 공부도 삼백로지 예토브레스 所以呢，佛陀呢开始教导呢，我们好好的去思维，了解所有一切法呢都是无常的，而这个无常呢，甚至是刹那刹那之间呢，都是无常的变异的，而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死亡的。那么到最后面临死亡的这个时候呢，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对你自己呢是真正有利益的？哪些东西呢又是对你没有任何利益的呢？透过这样的不断的深入的去理解思维之后，那么你知道说，原来修行上面呢，它的次第应该是这个样子去修持的。例如说呢，你观察，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去观察为什么会生气呢？引起生气的因是什么呢？或者呢，当你修这种慈心悲心的时候，你去观察
我这样的观修慈悲心，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利益呢？不要只是因为说啊，这是佛陀教的法门，所以呢，我必须要修这些法门，而是呢，佛所教导的这些法门，透过我们自己真正的亲身的这种体验，那么呢，去印证说，哦，这个法门它真的是有用的。当我生气的时候，它只会带来痛苦，不会有其他的这种好的这种结果的。当我内心里面升起这种慈心悲心的时候，那么它只会引生喜乐，它不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过失的。对，从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上面，那么去印证说，哦，佛陀所教授的这些法，它是如实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既然有这个样子呢，慢慢我们的心也就能够开始进入到这种止观等等的修持。我打头前的呢啊，他的修本那些，他当我做称的啦，接着几个人，啊，接着，对，切了些，哦，称的啦，没记得啦，这个速步了，착신，呢，塞了착신，啊，中东龙就了착신，那就没记得给。누가 탐제 대단교래 와 다 시도 갈라 저 팽이도 상도도 다 시도 갈라 또 팽이도 와 다 시도 갈라 가래 팽이도서는 셈 시와 대화잖아 시도 갈라 팽이도 다다 이 말을 해주면 팽이도 와 니리 나라 팽이도 내도 갈라 야 데이터는 게 시원하시 산재가 칼라마사 그마고 송혀 말고 여러와 칼라 사고래 그 건고래 얘나 최초 지고래 여러와 moderate 여러와 moderate 이지나 moderation not too much 어다 둘째는 간단히 셈라 타고자 다티 개좀 붙자래 산재 소야 쳐들어가서 랑게 셈라 랑게 타고자 그래 셈라 타고 잡나 드리 기부용와 선이 기부용와 근데 로제마 기부용와 다다 기부용와 시두가라 기부용와 근데 겨와 치마래 기부용 그래 스와 셈라 타고 잡대 개치 모르서 또 뒤송하래 那譬如呢，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现在这一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呢，大部分的人呢，可以讲都是全心全力的呢，在追逐的这些外境。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的这个财物珍宝，乃至于呢生活中的这些受用呢，我们都是非常的这种执着的。我们认为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真正想一想，这些东西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利益呢？真正的到死亡的那个时候，这些外在的这些事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真正的这个利益呢？那么呢，你慢慢的就会了解到，其实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在死亡的时候，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心能够处在一种非常安详的、平和、喜乐的这样的心境，这是真正对我们死亡的时候有帮助的，甚至是对我们现在。它也会有帮助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吃东西，你不要不要穿着，不要这些，不要那些，没有。佛陀所讲的，只是说我们的生活呢，应该保持一种平和的，就是一种中道的这种方式，要具有知足的这个心念。所以呢，开始就讲到，我们要学着呢去做我们自己心的主人。去调伏、掌控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自己呢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呢，在现在，乃至于明天，乃至于呢明年，乃至于呢来生，时时刻刻呢，你都会是喜乐的。다 되더가라 신에서 다 먼저 또 남도 저방방부 저바 좀 주 10월 전에 다들 휴송아 쌤아 타부자 그래서 대래 신의 거야한테 랑게 쌤 랑게 타부자 그래 용무배 시와도 파마소 남도배 시와도 마소
다 제주도 가라 신의 거야 다른 게 쉬고 나시 저던데 메타버려도 늘 착시해 봐 나와 봐 차당다 대외 권에 다 신의 공부를 여자 쇼점보 shadan shu chenpo na xin de kong tu ma le。因此呢，就开始讲到了这个止的修持。所谓的止是什么呢？就是呢，让我们这个现在呢被各种这种妄想意念呢不断劳动的这个心呢，能够止息下来，不再受这些烦恼以及妄念呢所掌控。那么呢，要怎么样呢去达到心呢能够自己就是掌握自己的心呢？那么就是透过这些无常的思维，那么呢了解到一切都是无常的，因此呢我们的心不要过度的去贪着外在的这些事物。那么呢，如果这个心能够时时的处在一种知足、不贪、不嗔的这个情境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心呢，那自然的就没有了各种这些强烈的烦恼。我们对这个心呢，也就越来越能够掌握。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的心是处在一种强烈的贪爱、嗔怒等等的这些烦恼妄念扰动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掌控自己的心的。我这里有么修什么盘对那个念不啦，他写动作上嘛那么他不能不这个他念有吧？他念个三天给留拿了。不要送小的，여자给念不，shadan给念不，니모给念不，아재给念不，타도给念不，是，对니모的동아的人呐，现在我空头个嘛的是，你来念不点过的是。所以呢，当面临这么多的不懂的这些烦恼的时候呢，那么应该以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来对治各种不同的这些烦恼呢？那么这些个教法在解脱庄严宝，就是冈波巴大师的解脱庄严宝的教法当中，在这个禅定品的这一章当中呢，就讲述的非常的详细。这里面呢，分别的讲述，如果我们具有这种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种所谓的五毒烦恼的时候呢，那么你应该要以怎么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怎么样的观修的方法呢，去对治这种种的烦恼。就是念不得呢，쌤，把学习这错，也那卡萨卡了，쌤的卡萨卡了，蛮多这电视机啦，台湾的话啦，真的新的什么的，新的都不要了，新的的我就打新的的公路公单的，就那他其他就新个了的，那是来下过嘛的，那弄了点公的，哇弄那个呢。那个呢呀，他，那去了嘛，当弄了，쌤带呢，是吧？쌤弄个去了忙着啊，쌤的弄他的人上边上了马当哇，弄的쌤这个人上边上了马当哇，弄的没把上边真的，真的提纲了，쌤下呢，我这新的后面就要的也是。所以呢，当我们呢依着这各种的这种对治观修的方法呢，这样的去，就是说对治我们的烦恼，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心呢，它就趋于一种非常稳定的，松缓稳定的这个情境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心呢，它就会自然的安住，而不会散乱在各种的这些烦恼对境上面。那么渐渐呢，我们的止呢，也就越来越达到稳固这样。那么关于修止的这些个方法，我们就讲，事实上呢，在今天晚上不需要去详细的讲解这个部分，因为在座大家呢，事实上都知道怎么修止的。譬如说呢，我们说借助着呼吸来修这个止，这个方法呢，就是在我们气息吸入就呼出，就在这样的呼吸之间呢，我们的心呢，只是单纯的依着这个呼吸这样的去专注，你不需要去思维说我的心跟气息是相同的，是合一的，也不需要去分析说我的心跟我的呼吸呢是两个东西，是不同的。
都不需要去起这些分别心，单单只是安住在你气息吸进来、呼出去、吸进来、呼出去，只是这样的专注在这个呼吸上面。他今天那个牛目牛不大啊，那没大把给写上啊，这等到啊，真的，确他们这就嘛到我，没那么到我，没就到我，那就是被这他妈先给这嘞，我这里公我这样呢，没人拿了，这里这那做就不能做，窗框全部都得看，窗框那这那忙多啊，都什么，就嘛到我嘞，没那么到我嘞。就没看不给，就没这个那些的，就加拿大的什么都是这些的，这那些就没打过来，没那么打过来，没打过来，什么都是打过来，这样样当然真的什么工作用的干了，真的做了拆迁买吧，那什么做现在的投下去呀，这个坚持个人。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在很多各种烦恼心念的对峙上面呢，那么透过这些无常的观修，那么深入的去思维，所有一切呢都是无常的，甚至呢去思维所有一切呢都如同是梦一样，都如同是这个幻化的魔术师所变化出来的这个幻象一样，都如同是那种阳焰的那个状态，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看到地面上有水在浮动的那种阳焰的状态一样。那么乃至于呢，去体会到你此生当中所面临、所经历的一切，事实上也都是如梦如幻的。比如说呢，也许你就是说到一家这个店里面，你看到呢无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物品，你当下呢内心里面去体会，它就像梦中的梦境一样，它就像是一个很会变魔术的这个魔术师呢，那么所变化出来的那个虚幻的这个景象一样。那么当我们内心里面呢，不断的这样的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去认知、去观修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呢，开始就比较不容易再受到那些所谓的贪嗔痴等等这些烦恼呢所扰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就越来越容易趋于这个止的这个情景。那对，我这在面到吃不牛的话，他就容易忙过这牛的。你人吃不多啊，也不多啊。他你们你什么时候个可你不查着，那是就嘛是的事，就嘛那些，没那么那些事。他个说话牛嘛，这给你的嘛有句来，真的是的。举例来讲呢，就像现在的目前眼前的那盆花，很漂亮，对不对？那相信也是花了很多的钱，很贵的。但是呢，这么美丽的花朵呢，其实呢，它也只是像梦、像幻化的情境一样。再过个2-3天，这些花呢开始慢慢的凋谢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人会认为它是美丽的。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这天嘛心不多啊，他们对你们说的天嘛个不看看的，他天嘛个都有些事的。就在现在呢，你闻那个花，很香，有那个香味。但是呢，隔几天它整个都凋谢了。你在闻的时候呢，是一种腐臭的味道。你那时候巴不得赶快拿出去丢掉。就他们在听到就把听那些来打。事实上呢，所有一切法呢，都是就像这盆花一样，是非常相似的。上这个出路该怎么的？就当混着当起来的。所以呢，佛陀的教法呢，它并不是宗教的，就宗教层面而说的，而是讲的呢，世间法的所有一切法，它的那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这陷入马上，就成为着当的这些的了。无论呢我们知道不知道，所有一切事物呢，它的运作的方式呢，它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说大脑就得马上不接，没大把人子，多个话台湾人子，大没完了，大都这样的话，大多个他们这能用过来。那我们呢，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缘故呢，所以呢，反而
把这个无我的状态呢执着为是有我的，把这个痛苦的状态呢执为那是快乐的，那么呢把无常的情境呢执着说它是恒常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就开始产生无端的这种痛苦。산재 그 모tor 나 도다 데데 도아스 산재 그 motor 나 introduce 와 다그 코 메타와 데데 도아 저도 동네에 대화 저기 도아 저 다음에 와라 다도 제도아 저 동네들 연구도 와스다 저도 동네 누구면 도와스 동네 면도나 다 동네 교대가 바빵 거래서 보다 산재 송야도 송시래 那么因此呢，佛陀可以讲呢，他就是为我们介绍或者为我们指引呢，让我们认识到说，你看呐、这个就是无常啊，你所执着的那个常，它就是无常的、啊。你所认为的快乐，其实呢它是痛苦的、啊。你所认为的那个我，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我、啊。那么如果呢，我们不想再遭受到这些痛苦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依着这些正确的这个见解。依照佛陀所教授的这些呢，如实的去断除这些苦因，才能够得到这个离苦的果。당당히 시원하些산재 최대 송리 로니동 주제선 주고야래 로니동 주제디 바르테나라 지속 요치부 보고 치야래 와 뮤직계다 내가 내다 삼로 땅다 요만고 치야래 요데 산재 수시베 최 대바시게 남샤들은 요 남야 치야 말해 단다 산재 수시베 최 단다야 탈라메 되었다 들어마도 신경 말다 那因此呢，前面也有讲，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教法呢，从弘扬到现在呢，已经经历了26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事实上整个外在的这个社会有了非常巨大的这种改变，无论是人们生活的这个方式，那么生活当中工作的这些个方式，乃至于呢思维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呢，那么都有很大的这种变动，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佛陀2600年前所讲的四圣谛的这个义理，这个道理呢，它却是如实的，没有任何改变的，完全符合任何时候的这个社会的。那希望那些给对不起啊，没加薪，三节送去呗，对不起好吧？对不起，东个给注意吧，三节先去不告诉，东个就来掉了，谈大人呢，对不起，东个就来掉了。给我普通上班节送小了，给我介绍的，给我三节我送去呗，给我的三节先去不告诉，给我的单位就来掉了，谈大人给我的单位就来掉了，哦。 랑게 셈니 용수도 그가 산제 셰쇼가 가서 셈제 수수 셈드나 대화요래 셈마드나 동아요래 다다이나 다가라래 대화래 이런 좋아나는 체험 말다 就好像呢，刚刚这个四句偈所说的，2600年前呢，佛陀讲诸恶莫作。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个恶业呢，是一切痛苦的因。 造作的恶业，它会感得这个痛苦的果报。这个呢，在过去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一样的。只要你造作恶业，它就会感得这个痛苦的果报。那么讲到众善奉行，在过去这个所谓的善业，它是喜乐的因。同样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呢，你造的善业，它所感得的一样呢是快乐的这个果报。 同样讲到自净其意，如果能够调伏自心的话，那么呢就能够升起究竟的喜乐。在过去是这个样子，在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哦，那对了，对吧？就是说我还是说要的，干那三代认真对我重要，干那三代新的喂。那波等那波三代，认真对我重要。上代上波去对吧？哦，我认真的。 가와라 때는 대화 용화 동화 미게 와라 때는 동화 용화 그때들이 까나 산데 땡땡 대중스 딱 이래 돼요. 那么呢，这就像呢教主吉田松公所说的，要讲呢一切善恶，要讲黑白，就是善业跟恶业呢，
以及痛苦跟快乐呢，这些都是相互依缘而生的，也就是相互缘起而产生的。由这个善业生喜乐的果，有恶业产生痛苦的因，痛苦的果报，这些呢都是相互因缘而生的。today我到南瓜山这边去了陆中节的开起过来，陆中节边去了两年去过来，那张协助你的说了，协把的陆中节的，如果两年节的。那么因此呢，佛法呢，就是说在学习佛法上，首先呢，深入的去学习了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学习了之后呢，进一步的就要如实的、好好的去修持。那么这也是佛法两个层面，一个叫做讲述，第二个是修持。讲述的这个层面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深入的去了解；进一步呢，在修持上面，就是如实的去实践跟运用。对，去先给写下过来，两年前给记下过来的。因此呢，对于呢这个说法者所说的这些法，我们要如实的知道，知道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修行者要深入的去修持这些法。大多就是现在广大现从现在是个大国从所以呢，对于所谓的这个止，大致上就了解了，对不对？现在这大概人不蒙古要的，但是这个三点西，苏梅姐姐木西的要大。他们两个不是这几关是要的，两个不是这几关呢，那三点他们你把什么西法是那个的，那苏梅姐姐木西是那个的也是。那么这个止呢，讲那个禅定的境界呢，事实上它是有很多的层次的。我们讲所谓的四禅八定等等的，这个讲到呢，比如说，首先呢，你先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欲界的专一，欲界的专一一心的状态，最后呢，进一步才进入到这个色界的四禅四层的禅定，最后进一步的呢，再达到所谓的无色界的四种无色界定。那个呢，三点的，那我怎么是去了目的过来要的？那么因此呢，这样的禅定呢，事实上不单单是佛法当中有的，连这些外道他们也有这些个禅定的修法。那我上节把了哈东是这讲些中现在的哈东是现在的西热的下面，现在早现在西了点呢，那哈东是，去个哈东是的去个尼路到不得了什么的。但是呢，在佛法里面呢，除了谈止以外，进一步呢谈到观，你需要呢具有这种圣观的这个智慧。那么呢，以这个止呢当成一个基础，或者呢当成这个根本，在这个止的基础上呢，那么进一步呢去修持观的这个部分。而所谓的观，就是呢如实的去认识到一切诸法的法性。哈东也要的，今天代表哈东的，今天人代表哈东是。那么这个观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做世间法的观，一个是出世间法的观。你这边拉到那当时，他去了特上街呢，大民都，大人是多民都，什么就写个多也是写个多大要嘛的是，没大把的是，是吧？大民都是，日本大些街呢，这把大民都是的，这把大民都到我这了，今天被拉到了，你们帮助要嘛的，开始呢？你们帮不多啊？我得来帮一个。这上路当这上路当这个看着日本大型站呢，谢谢嘞。日本大型站呢，谢谢完的，你们帮助要嘛的，日本带了怕了，大中民都日本带了怕了。他们我呢他们的都是吧？他们都是，我呢他确实是，还够多啊。都是你们帮要嘛的。都是地木要的，哪家要的，下单要的。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个观呢，指的是什么？就是呢，我们透过我们的思维，理智的思维，透过各种的这种因明辩论的方式，那么去确认。比如讲呢，佛法中所说的
这个无常、无我。透过呢理智的思维，透过辩论呢，最后呢达到确认啊，确实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法是无我的。但是呢，纵使你内心里面确认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无我呢，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断除你自己的内心的那种种的烦恼。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的观。那么这个纯粹只是在我们的这种思辨的心上，在我们的这种思维心上呢，不断的这样子在确认一切法是无我的，是无常的，透过各种的方式，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断除我们的烦恼。他这点人代表好多的，他的信念多啊，信念的些啦，像人家把它下呢，真的让给心给拿了，那让些忙着把都我什么都倒过来，对我什么倒对干了，没人不要骂的，是吧？没人把他看到也忙着把就倒下来，没人不买呢，得了得别个牛毛把他们这烧啥切下来，烧啥小了好切啥的。那么所谓的出世间法的这个观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呢安住在这样的稳固的止的状态当中，或者叫称为禅定的这种状态当中，然后呢，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呢，如实的去关照，真正的如实的了悟到，一切法它是无我的，在那样的无我的体悟当中呢，那么那个无明呢，它完全的都断除了，完全都熄灭了。因为无明熄灭的缘故呢，所以一切烦恼的那个命脉或者烦恼的命根就在于这个无明上。就是说，一切的烦恼呢，没有了它的这个命根呢，因此这些烦恼呢，它自然的也就完全的斩断了。那么这就是出世间法的观。今天别拉到那了，这俺就开始写了，吃完个煮的了，你煮的牙个来是吧？还是给写个吧？这侬我本来我把这些侬我的呢我让酒吧，我天酒吧，这侬我让东，我先东，嘛不写个多啊？嘛都怎么今天别拉到一些了那么呢，在世间就是世间法的这个观上呢，那么举例来讲呢，透过各种的这些辩论，那么去确认这些个道理呢，所以呢就有了各种的这种支持自己的宗派、自己的义理呢是最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会产生的，就好像呢，单单是在中观的这个就是中观的这个义理当中呢，那么就衍生出所谓的秩序派的空观的中观、应成派的中观，有自空派、有他空派等等的，那么各自呢都认为自己的见地呢是最究竟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仍然落入在所谓的世间法的这个观当中。他今天来代表好多的了，到不等待吧，是嘞。他这呢，这呢，马上就没我马查了。那么呢，出世间的观是什么呢？那是真正具有证悟的那个见地。你真正透过证悟呢，而了知到这样的一个见地。因此呢，这就像《般若心经》的赞颂文第一句所说的，那是超越一切言语思维的这样的智慧。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谓的止观呢，大致上呢就是要点，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呢，龙木杰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止观呢。你今天别好多我的写过的，你在给写的今天别好多上不当你写过的，今天台湾那边打空架的，一路空架的。所以龙木杰讲呢，他现在在跟大家讲的这个止观呢，事实上呢也仍然只是随着世间法的止观，因为真正出世间法的止观呢，就要透过你实际的修持，实际的去禅修，你才有办法契入。你那三界确实大等这一桥了。但是呢，佛陀所说的教法就是这个样子。我说那我三界了，教出去，教出都是有这三界的大等这一桥了。现在我们说呢，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说我们皈依佛，那么呢，皈依佛的这个皈依的方式，就是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行持的。 아주 난주 초가 잘낸다 뭐라 누가 초가 잘냈다 뭐라 동안 나고 산제비 추게 차셔지래 추고 뭐도 말해 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呢总是会有很多，比如说不同修持的这些仪轨，或者修持的方式啊，修持的传统等等。但事实上，所有这些呢，它都只是一个修行的那个样式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法。 산제비 추 다서 lumba 담아려와 lumba 수술한테 칼처 담아려요 因为呢，산제기 칼처 그 산제기 추 말해 所以呢，像佛法呢，弘扬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每个地方呢，都有它各自不同的一种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方式，所以呢，就展现出不同的这些佛法的形态。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呢，它都是属于文化层面的，它都不是真实的佛法。 산제기 추도 가르치나 대과제 매체시 가와 표소 초보죠 랑게 셈네 요즘 니네 산제 대바이 산제 화랑 송사 되래 보다 那么佛法，佛陀所说的法是什么呢？就是呢，最根本的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就是佛陀所宣说的法。 들라 저 코로가 자도 마동 봐도 유한하야 말해 那么这个教法呢，乃至于呢，这个世间呢，在经过千百劫的轮回，只要这个轮回呢不空之际呢，这个义理呢，它是真实不变的。 다 산제 추고 모두스나 되래 신에다 하동스나 되래 所以呢，对于佛法的这个介绍，乃至于呢，什么叫做止，什么叫观，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내송에 스티다 这样子够吗？ 해사 거기 저 개무도아 好像你们不怎么赞成，是不是？ 다 좋아요 했어 거도 好，有问题吗？那阵子室内当合同的两年前的，做样的三罗当当对不对？样都的到啊，让大把给到啊了，三罗当呢，等你的室内当合同让星期注意到对不对？ 맛이 가와 죽으래 OK，讲到。 신에기 유 누루 두단데 신에 신에 대고래 화동게 니루 또루 또다라 이라 유텔라 때문에 냠내잖아 화동 연거래 다가 산로 땅때 가 연거래 所以我就问龙木切说呢，那是不是呢？这个止观呢，这个修持就是我们内心呢要不断的在这些道理上面呢去思维呢，之后呢自然的这个止跟观就能够成办这样。龙木切说哪有可能透过这样不断的思维止观就成办的呢？这样子。 对吧？龙木切就讲了，所以呢，譬如说就止的修持上面呢，那么你就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能够达到止的这些因所需要的这些个因这些个条件呢是什么？最后呢，了解了这个修止的种种的法门之后呢，如实的具足这种因，然后这样去修持，然后之后才办法达到止。然后之后呢，在观的这个部分，同样的，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正确的关照，应该具足哪些个条件之后呢，那么能够升起这个圣观的智慧。你要这样的了解之后，那如实的去修持，那才可能升起的。 나 전에 저 주나 나 하동 저 통나 저 대전에 가요 그래 如果呢，只是心里想着，哎呀，希望我能够进入止的状态，希望呢我能够升起这个观的智慧呢，怎么可能升起呢？那一顿都看这起的。 아, 나 신경 시야송아 신내 공로 룽을 때는 거와 빼샤송아 OK， 빼나 신내 직 룽을 때네 샘 샤워를 쟤네 내가 갈래 두두 그래 남사용 말해 니마 직니 가와용 그래 所以我就问龙木姐说，那么要怎么修呢？龙木姐讲说，那就像刚刚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譬如说修止，
我们就要从呼吸专注在呼吸上面呢，那么你真正的就这样的去运用这个法门，真正的这样去观修。那么这样的观修呢，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够成办的，哪有那么容易的止呢？需要呢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以这样一个方法，这样的去安住，慢慢的你的心呢才有办法切入到止的状态。你等到心内当可能痛的，念念切记告诉了可能了，明白有为的呗。当波了心内颠簸痛呢，你呢拉痛了念念切。不心内颠簸痛，的呢，本来组织的那个细节，这组织的搞了，这跑把的这个多啊，我拉东西，心内的搞了，真的拉东，我都是有的。是的，是有这个次第的。首先呢，你的止呢要先修持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后呢，那么再开始去做这些胜观，就是观的这些个修持。比喻来讲呢，就像首先呢，你要先要有一个很稳固的桌子，之后呢，你上面呢才有办法开始放这些杯子啦等等的。那这个稳固的桌子就像那个止的这个基础一样。心嘛呢，汉没通重要的。所以呢，就讲说，如果没有办法安住于止的话，那么你根本没办法升起胜观的。那些学问那些，现在有吧？怎么这样？好多还是用马的，好多可能呀，就各位现在成年的吧，那么成年的吧，就10年，真的现在这个好多都是快的，我觉得。那么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纵使呢你有了稳固的止，这个胜观呢，它也不是自己就这样子自然能够升起的。在这当中呢，你还需要依止或者透过呢这个具格的上师善知识，那么如实的给予指引跟教授，要怎么样正确的去做这些关照等等，才有办法升起那个胜观的智慧。你这个现在打好多搞两年这边搞了，那么成年的吧就开成不了，那么可能现在也不要吧，好多个两年也不是吧？我等的这那么也不去点白呢，真的然呀，那么的跟着呢，去现在做好多，真的两年讲的，他不是花不要的事。因此呢，就讲到，当我们真正在修这个止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依止一位具格的这个上师或者善知识。那么这位具格的上师善知识呢，他自己本身在修行当中呢，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很稳固的止的基础，然后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观的这个殊胜的智慧。最后呢，你依止这样的上师善知识呢，他才有办法次第的去引导你，教导你应该怎么样的去修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就记住那了，这话全不要了吧？你就是不听教嘛的，下过来。OK。就像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事实上生活步调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呢，在那个当下呢，你要让自己的心呢不是很紧绷的，而是心呢非常松缓的这样的去做修持。记住生活全部得搞了，真的是现在怕多或者粗多或者压多或者慢多，这就搞了，真的现在就是不定的，现在难着呢，真的也不要慢的。6个人，因为呢，在现在的这个很忙碌而且非常烦乱的这个生活形态当中呢，如果呢我们只是用一种很紧绷的方式，强制的要把这个心呢能够抓住，不要让它呢四处的劳动呢，但事实上，让我们的心呢不断散乱的那个因缘太多了，一下子呢就东想西想，但是你又强制的想要把它拉回来，不要去起这些个妄想意念呢。那么这样的这种修持方式，反而呢会产生一些对自己会产生一些障碍。这身体呢，就真的有的做这个吧，第一站呢，也天嘛好玩啊，这不是多，天嘛了，真的是买上完了，碰完了，都是那都那真的碰到有了。所以呢，譬如说我们在做呼吸的这个观修的时候，你就这样吸气、呼气，大概呢就是气息呢就是呼出到我们的腹部的这个相等的这个位置上，从这个地方呢气息吸进来，然后吸入，大概也就是到我们腹部的这个位置，之后呢才呼出，再吸入，
就是专注在这样的呼吸上面。근데 양네 양도 심지어 탐자라 참바고 닝지고 나 팽그래. 然后之后呢，要不断的去对一切有情众生，然后发起慈心，发起悲心，也就是对一切有情众生去观慈心跟悲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没총과 첨부, 총과 여러 총장, 총과 첨부, 시등기 미 공부 첨부, 막부 첨부, 상마 동해매가 제야 말해. 와 동해매가 소가야 말해. 이제 상마 닝지고 장바고 수컴다 즉 신의 양다고 하지 마도나요. 쌤을 팽개래. 류를 팽개래. 류 처대를 팽개래. 例如呢，在这个社会上面，那些呢经营很大事业的人，或者呢在政治上面呢有很高的那个名位的，然后在这个权势上面呢位处然后很高地位的这些官员等等，可以讲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痛苦的。你经营越大的生意，然后就有多大的这个政治的这些个版图等等，事实上这些人呢，他是充满了痛苦的。所以呢，内心里面呢，应该对一切的这些众生，内心里面呢，升起更深切的一种悲悯的心念，这样。所以呢，对这些个众生，或者对一切有情众生，时时的去升起慈心跟悲心。在这当下呢，虽然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利益帮助他们，但是呢，对你自己，对你当下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心呢，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利益。OK， 那呢，这当的렌당 우용화대 나 탑식한데 제국이도 탑식하랬으나 배샤나데 요가기 나라데 옥데 제가 삼로 땅마다는 옥 주진 있어서 언제 옥땅 되게 왔다 他说还有什么方法吗？那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你根本从来没有想我应该怎么样的呼吸，但是你就自然不断的在呼吸着。삼로 샤마 샤래 只是我们心有没有注意在那上面？你人处顿七路当一个告诉他的呢可能抗突突的露出在人话峡谷里头，别人问了，你别看嘞，那屋里말해 라신 그 뭐도 우 정부 동동 소리와 말해 코랑 우 코랑 가데 이나 바당주 제주도 거라 그럼 아주 살로마다네 우치 코랑 누가 알아 어디 나시죠 코랑신 샤워我们就讲呢，不是刻意的要去把你的呼吸呢怎么样的拉长等等的，而是呢顺其自然的。你的平常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怎么样的呼吸呢？你只是认识到、觉知到你的自己的平常的那个呼吸的状态，安住在那样的呼吸的状态当中。对呢，现在得把药物，其他养的药物，这个呢大的药物，什么东西是，像那么多这边那个差说呢，对呢。내 때외 가도 돼 룽라 셈 샤네 디가라 셈 칠로라 만도 나라 만도 대가라 우 내래 여바 잠직 삼부티 땅네 우크라라시 땅으로 와 이나 셈디 대라 때외 가도라 샤네 셈 르지시 대오래 然后呢，就这样子，当你对于这个自然的呼吸呢，你能够这样子非常专注了，觉知着这个呼吸的状态，专注在这个呼吸的状态当中。然后这个心呢越来越安住，越来越稳固的时候呢，进一步的你就可以呢，就是气息吸进来的时候，那么呢，把你的心就安住在你的腹部当中，然后任由平常自然的呼吸，但是你的心，你整个专注力呢，就是在腹部，因为你的呼吸当中仍然有一些气息，它是留置在你的腹部的，所以这个时候心呢，就只要专注在你的腹部的这个气息上，那么这个呼吸仍然是任由它自然的呼吸，不需要去专注在气息的出入，而只是一心的就专注在腹部的这个气息上，心就安住在这个腹部上，这样子，然后那个当下呢，你的心呢是完全不受各种的这妄念、烦恼所扰动的，这个心当下呢是一种非常松缓，而且呢非常清明觉知的这样的安住。야, 쌤 녀도 찬, 그봐. 니고 녀도 데 차거든요. 내라 쌤 대 샤는 되게야.
목대 나고는 좀 돌아 나가라 셈다 샤나야 셈 양으로 之后呢，也许在修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修一修，会觉得很疲累，真的有时候开始呢，好像就是想打瞌睡等等。在那种很疲累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呢，再把你的注意力提升到你的鼻子上来，在这个鼻尖这个地方，就在气息呼出去、吸进来的这个位置上呢，就觉知在这个地方，然后它会有帮助于让你的心呢可以再提起来，不会陷入在那样的一种比较低沉的温沉的状态。근데 되게 tempo 차네 되네 믹데 근데 믹데래 믹베데 다 믹데 메나야 셈르시리 되거든 되네 룽땡 말해 셈 코라나시 딩아나 샤오래 然后最后呢，当你这样的修持越来越稳固的时候，进一步的你就开始呢，可以不需要再运用各种的这个所缘的对境，比如说刚刚呢，我们沿着呼吸的出入，沿着腹部，沿着你的鼻端这个地方气息，然后你真正开始呢非常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借助任何的所缘，而只是呢在你自己当下心的那个状态当中，这样松缓缓的，那么很清楚的觉知的那个状态中，就这样子很住。这个就是进入到所谓的无所缘的智的修持。라바도 하대 하동으로 와. 하동게 미대 신내저로 와. 어디 신내들 때문에 내 가야 매번 신내저 거래. 那么特别呢，你要进入到这个圣观的修持的话，这个观的修持，它所需要的这个基础，稳固的基础，就是无所缘的智的修持。他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开始练习这个智的修持的话，那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数量？说，譬如我现在做呼吸的练习，我应该要修多久的时间？然后最后再进入下一种的修持，这样子是不是？还是说需要修多久它才会达到稳固？对哦。OK， 两个都。冇人去做下啲，你想那啲工作当不把赢啦。ini di ugi thogala mingne ini sini che ini tusu kadu kubido bisa na tawaji tawani ini di tempo chatu gitu yang di jela di nyamni senda ji mikba senda ji tengo gitu ini tusu gitu 제가 신에 맞아 진에 고만이 오시나 신에 때 유령 공격 말해 통수 공부래 쌤 수마 줘봐. 쌤 수부서와. 이렇게 해버려요. 쌤 수순한테는 신에 고민이 되고 말해요. 나가 탕채수세 그래. 쌤 수마 줘봐. 저도 공대네 유령으로 나오야. 야 동도 장장 전한테는 장라쇼로 그래. 장라쇼. 랑쇼 선에 저는 장라쇼스. 나고 랑쇼스. 장라쇼스 그래. 나도 부구들에서 나고 장라쇼스. OK。那么龙先呢，首先就回答说，如果说从来没有修持的这种的人，那一开始在修持的时候呢，那么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你这个修持的那个时间呢，不要太长，真的就是很短，但是次数很多。找到机会你就这样来练习，但是练习的时间不要拉得很长。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一个要点，不要让你自己心里面呢升起那种不耐烦的心念，或者做了很久，然后之后心里面觉得好累哦，不要升起这种就是说不耐烦，然后疲累等等的这样的心念。所以呢，你要很短，运用短时间，然后这样专注的去修，短时间专注的去修，然后自然慢慢的呢，这个时间呢，它要越拉越长，它自己会越拉越长，而不是说所以呢，我只能够短时间的修，所以我就站住，然后就停下来，然后站住就停下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会造成我们的那个个性呢，就变成是有点急躁这样子，反正它没有办法很稳固。
다도 저 고민들은 토마토 때 가사 하래 버려. 가사 가시네. 신의 유부 용거래. 가셔라 롱걸 그래. 근데 요 말에. 那至于呢，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稳固呢？实际上这是不定的。有些人呢可能很容易，就这样修着修着呢，很容易心就专注了。有些人呢可能一整年这样修呢，这个心还是很散乱的，所以这个依人而异的这样。对。好，好，当天来都是，要么打过人不去，就是没了，满街个空了，空整个现在你这边把现在空多了，你现在怎么对吧？你们这个乌的人当然了。没想到呢，像冈波巴大师，在还没有依止灭日巴上师学法的时候呢，那之前呢，实际上他的止已经达到非常稳固了。他可以呢，那个一入定呢，一天一夜的时间都安住在那个止的状态当中，就只有一个气息，只有一呼一吸，就一天一夜这样子。所以你讲的时间很长。但是不是故意拉长的，它就自然的就那么长，就像这样子。那不要憋出气，不要憋出病来。我说，每次调起不个，每次调起不的话，他心里想说，别 hectic， 就是那别调起不了的。天哪，现在也不知讨厌看不来。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这种非常忙碌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呢，真的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稳固的止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形态的关系这样。原来呀，还是偷袭的呀。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他能够达到这个止的情境。偷就马的是，你写偷马的。所以呢，我并不能说你们都做不到。那做的，是啦，公的。那他见哪个社会了，3代6个了，是啦，我们的都，所以呢，6生个生个没吧，7生个生个没吧，等那6些，那等那现在公送下来。那么总之呢，就像这个冈波巴大师《解脱庄严宝》里面在禅定品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呢，你可以呢，在那种比较寂静的山林里面。那么最后呢，因为在那个当中，你远离了一切生活当中的这些繁杂的事物，身体上面的各种的繁杂，乃至于心里面的各种的繁杂的事物呢，完全都远离了。然后之后呢，好好的依止这个止的要点去做观修，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接啦，急啦，我让你举话的，非常的我说的新的个2年前个告诉啦。ini sam-sam lah tu tu dia yurin boin na ini kamban na ini kiablo lah na kecil lah dia pun memang cari tu ini dia hago ye dia kamban na gitu ini kecil lah be na gitu di hago di kartong lepe hago tadi hago di hago mana kasut ngan gitu okay ini di kau solat kerja cik gitu. Langsung di dalam lo di casan sutu ne, ini di dan gambar na subuh dan matewa ki sambil cani matang, ini di sini kita lah yang di ten. Tadi itu kalau gambar tu pun nak awal, gambar pur, gambar pur, nanti lesisi di ten nak awal. Okay， 然后刚刚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们就说，当我们在这样修止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觉察到我的脚痛、腰痛，然后身体不舒服呢，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观这样？那么就说，在平常的时候我脚痛，身体不舒服，我也会觉察到啊，所以这个不是所谓的观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么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如果呢，因为有时候时间长一点，然后就觉得身体脚不舒服等等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修持？我是呢？不要去在乎我身体的不舒服，把这个想着身体不舒服的意念呢，抓回到这个方法上面，专心的要去安住呢，还是怎么样？我们就讲呢，也许这时候呢，最好的是把你的脚呢疼痛的地方稍微揉一揉，让它舒缓一下，会比较好。因为现在也不远了，刚完了，该完了，这个嘛的。OK。
가서는 샘 신자 류 신자 쇼를 오케이. 예자 샘 신자 서간데 샘 류시 배주매봐 디강라 내바들라 저기 배주매봐 내바들라 샘 신자 수부야 디강라 제가바 나비모나 마이바 류샘 류시리 내데바 류신자 然后当你呢这个止呢真的修到非常的稳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根本身体就不会有这些所谓的这里痛那里痛不舒服的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你止真的修到很好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引生你身心的清安。就是说当你心清安的时候呢，这个心呢它自自然的，你不需要作意，不需要去做任何关系。我现在要安住，要止。这个心呢，它自自然然的就在那个止的状态当中。那么呢，因为心的清安，同时呢，你的身体呢会产生那个清安。这个身体的清安就是这个身体它自自然然的，就是你以那个姿势做的，它就是这样子，很舒服的，它不会再有那个先前的那种脚痛、腿麻，然后就腰酸不舒服，这些个完全都没有了。所以这是达到就是已经很好的那个止的状态的时候，就开始会引生身心的清安。